议员林彦洲调查市府以及主管所解压力的方法，结果包括市场顶人拢是看电视，另外包括都发卫生等局长拢讲所解压力无去过永生会馆。议员带出这个议题，主要是强调台南的永生会馆敢真正永生健康，因为太太之前先生时常跑伫会馆，甚至爱借钱消费，并无单纯。而且根据警察局侦破永生会馆涉嫌色情，8月到10月的至少4件。议员除了感谢环境的辛苦，不过因为主题区根本不应该出现类似的场所，结果伫联合稽查却以当时无营业改为掠营业，放任违反都市计划法一案6万的处罚。议员质疑到底是上的操作，不满根本是真空旁。到底是神操作还是钻漏洞啊？我讲起掉这一点爱处理。我从那个电动玩具在骂这个养生会馆。好，稽查未营业的，你稽查未营业，你如何把它改为按摩业？好，很好笑哎，改按摩业不是业者自己去改吗？怎么是你当场去稽查没有营业？再放下一张，你把它改为按摩业。在采法的时候，我从108年调啊，我调这些资料，好，都花局是违反都市计划法，它可以裁处吗？好，现在养生会馆抓到是以妨害风化，好，警察局一送啊，但是他就没有办法违反都市计划法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改为按摩业，按摩业它就没有违反都市计划法。如果说警察局除了查他从事色情、移送、涉违法之外，那如果说他不被归纳为按摩业，他就可以依都发局就可以开罚6万。如果他被归为按摩业，都发局这边就不能开罚。对，也有都发局重开2笔12万的啊，你看一下。所以呢，我认为说，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很严重，我们的市库少收入。到底，所以我刚刚在讲嘛，到底谁钻了漏洞嘛？议员会长嘛进一步指控立委林义景的特别助理朱明宏，先立风权等3间科技公司来标案，已经涉嫌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回避法，甲贪污治罪条例，甲民众嘛已经检举到法务部廉政公署，呼吁检调依法侦办。今日新闻，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。